，groupbuya.com 着數優惠，544港元入住成都青陽豪生 Life 酒店套餐，直插成都文化心臟地帶。酒店就喺青陽區日月大道，行幾步就到寬窄巷子，食匀地道川菜自助餐。仲有金沙遺址專屬優惠，真正體驗老成都生活。呢間酒店有成2萬平方米，跟足國際豪華標準打造，唔單止住宿咁簡單，仲集齊食玩同養生休閒設施。周邊仲有多個成熟商圈，食買玩一應俱全，係個豪華大型酒店綜合體。酒店坐落於成都市青陽區日月大道一段1444號，周邊涵蓋多個集美食、購物娛樂於一體的成熟商圈。酒店建築面積約2萬平米，按照國際豪華標準打造，是一所集住宿、餐飲、娛樂以及康養休閒於一體的豪華大型酒店綜合體。成都青陽豪生 Life 酒店住宿套餐，成都青陽豪生 Life 酒店住宿套餐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a.com 啦！